中國石化喺香港嘅業務，相信大家都已經略知一二啦。但係對於中國石化駐港單位聯化亞洲嘅業務，大家又認唔認識呢？跟我嚟睇下佢哋做啲咩嘢。聯化亞洲自1995年喺香港成立，業務圍繞住原油同天然氣嘅國際貿易，負責代理中國煉廠進口原油、天然氣，並開展原油國際貿易。而家已經成為亞太區能源貿易公司龍頭之一。喺我身邊嘅咧就係聯化亞洲嘅市場分析員 Lexi 啊，可唔可以簡單同大家介紹下你嘅工作係乜嘢咧？我係聯化亞洲貿易團隊嘅市場分析員，咁我哋會動態追蹤全球經濟同埋石油石化嘅市場信息，做一個宏觀同埋石油市場嘅供需分析，為我哋貿易團隊提供一個有力嘅支持。除咗原油同埋天然氣，中國石化喺香港仲有一個至關重要嘅貿易業務板塊，就係我而家所身在嘅化銷香港負責嘅化工產品貿易。中石化化工銷售香港公司成立於2007年9月，主要從事化工品國際貿易業務，為化工銷售海外國際貿易平台，係中國石化化工品採購、銷售嘅境外業務主渠道之一。透過拓展海外營銷網絡，開展化工產品國際貿易業務。未來聯化亞洲同化銷香港都將繼續致力於依靠能源產品同貿易方面嘅專業優勢，立足香港，服務國際石油、天然氣同化工產品嘅供應，為世界能源貿易嘅可持續發展作出積極嘅貢獻。